2025旱季豐年季，今年活動亮點，上萬人抗疫的嘉年華，將由家長甲老師陪同，超過上千名的學童來參與。對兒、生火到烘旱機，全程實做體驗農村的智慧。除了挑戰上濟人同齊一粒土窯來烘旱機的世界紀錄，同時嘛希望提升台灣的食農教育，甲着在地文化國際的能見度。我希望借着這屆1萬人，將近1萬人的抗疫活動，有大家親身來挖土、貼窯、燒窯、燜窯，有大家親自來品嘗。對土地到餐桌每一口甘薯的香味，這是咱最主要的目的，這是食農教育啊。活動宣傳記者會包括市長黃偉哲、農糧署南區的分署長，以及台灣旱季聯盟的成員農教長出席，共同為12月6號旱季豐年季的活動來行銷。希望講大家拜六的時陣會當來，來這要創啊！吃旱季看表演，看這個我們的這個雲朵姐姐、香蕉哥哥會讓大人小孩都開心登貴來旱季是這個健康的食品對着咱台灣嘛足大的幫助但是呢，起碼你看現主是頭前這琳琅滿目，這旱季甘薯的加工，或者是它衍生出來的其他的非常好的產品非常好的食品大家希望大家會當來你歐洲人、歐美人吃啥？吃 potato， 咱吃 sweet potato 所以會當愈濟人來介意咱這裡面我感覺咱的旱季的營養成分絕對比馬鈴薯大比馬鈴薯多那希望大家一起來。東港的活動除了上萬人的抗疫嘉年華，另外還有草地音樂會，甲着上百擔全台農業策略聯盟的青農，甲着食農文創的單位，展售特色的加工品，甲着新鮮的蔬果等特色商品。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